OK， 咁應該有30秒嘅示範時間，係。來吧，伴我飛，溫柔不需去飛，來盡力忘記，兩腳降落何地，讓記憶憑據，到某一天告吹，回望即使太蠢，都相信我做得對。OK 啦。來吧，伴我飛，不憂不需去飛，來盡力忘記，兩腳降落何地，若記憶憑據，到某一天告吹，回望即使太蠢，都相信我做得對。原來風雪可以使我堅壯，使我堅強。假使今夢遇上，假使天真地唱，我也會笑容漂亮。原來歲月太長，可以豐富，可以荒涼，能忘掉結果，未能忘記遇上。來吧，伴我飛，不憂不需去飛，來盡力忘記，兩腳降落何地，讓記憶憑據，到某一天告吹，回望即使太蠢，都相信我做得對。原來風雪可以使我堅壯，使我堅強。假使今夢遇上，假使天真地唱，我也會笑容漂亮。原來歲月太長，可以豐富，可以荒涼，能忘掉結果，未能忘記遇上。長路若太短，花火生命更短，雙手可觸及你，有眼淚仍是掌聲再熱烈啲好嗎？好，有請兩位老師，兩位選手做啲點評。終於等到了一個女生啊，真不容易。聲音非常溫暖，也氣息也很穩。中音區是非常漂亮。有參加合唱團嗎？之前？有參加過。30幾年前。唱的是30年前。女中音的狀態呢？是女中音聲部嗎？音色非常溫暖啊，很適合女中音聲部。那麼就是要注意一下高音的位置，女生的高音跟男生就不一樣，女生的高音要上面隆起來，要隆起來形成一個拋物線的感覺，這樣的話你才好。但這個拋物線呢，你又要把下面腰間這小腹的力量給拽住，才不能讓它整個飄上去。
所以这个高音你需要多练一下，整个这个声音就均衡就好，就好听了，好吧？谢謝劉老師。整體係好穩定嘅，整件事很穩定嘅。跟住呢個伴奏，呢個伴奏係佢原版嘅定係？原版嘅係啦，好清楚嘅。同埋呢隻歌同埋啱先第一位魏振權都一樣噶啦，好多空拍嘅。咁大家真係要平時咧聽拍子包括節奏上面，一定要有咁嘅拍子感同埋節奏感。OK， 全部空拍、4拍、3拍數入嚟一定中嘅。佢已經呢啲係加分嘅地方㗎啦，呢啲全部幾多空拍係咪先？因為嗰個係好靜態嘅，成個好優美嘅畫面嘅花火係咪先？來吧伴我飛OK， 整體好穩定嘅。咁都係一樣，啱先尹老師講咗，就係嗰個偷氣嘅位、換氣嘅位置，特別係最後 solo 嘅位置，盡量可以吸一大啖，偷咗佢，跟住換咗佢，跟住最後嗰個字慢慢 flow 出嚟。OK， 喺盡量放嘅時候，最後要聽你放嗰下啦，你就要盡量出嚟。OK， 整體係。